89年厝的郭小轩，高职读的是机械画图，不过因为看好太阳能产业未来发展，所以决定转换跑道做工程师。只是基础连配线图拢看无，伫朋友的建议，报名分家男分数的职业训练课程，顶头学起。伫伫专业老师的指导，结婚之前已经取得太阳光电、室内配线等3张证照。结婚以后，嘛顺利到太阳能公司上班，工作无到半冬，薪水就已经破4万块。后也顺利到了一家太阳能公司上班，那薪水的话也比之前多了3成以上。很感谢分署的帮忙，也证明说男生可以做到的，女生一定也可以做得到。要成功就业，一切拢需要像郭小轩同款。伊讲虽然是女性，不过强调男性会当做的，伊嘛会当，唔惊艰苦。加上以下政府热令的政策，相信薪水要超过5万，唔是问题。若我们待业民众对未来出路没有具体的想法，建议可以先来分署学一技之长。不仅学费全免，我们还会协助学员训后就业，训后的就业率大概都有8成以上。欢迎民众善用政府的资源，开创自己的职涯春天。或者分家男分数上新的结婚课程有智慧机械手骨、建筑画图等15班，提供予需要民众参考。对今仔开始报名到4月7号，咨询电话06-298-5945-1099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